新代拖航水槽伫2017年通过日本海事协会的品质认证，以及新能源设计指标试验认证，是目前国内上大、上长、能源专业上齐全的专模试验场域。试验能量甲世界先进国家相当，为了更加达到国际水准，适应现在日新月异的高性能船舶设计需求，成功大厦甲海军造船发展中心。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共同合作建制，将水槽为原本的长度165公尺延伸到285公尺，扩大成为国家级的船舰试验水槽。90年前，位在德庆溪上游的成功大学的前身台南高等工业学校，也开设了全台湾的第一个博用机关科。1970年，在50年前，政府希望也要求成功大学建立造船系，培养优秀的造船工程人才。这个也造成了大造船厂成为10大建设中第一个开工完工的项目。而其中最重要的是，它引进的重型土木工程技术，对于后来提升台湾整体的港湾、土木、水利工程量能都影响深远。造船作为火车头工业的角色当之无愧，我们也都有幸参与其中。而作为一个教育的学术研发单位，我们一直致力于透过技术研发跟人才培育，贡献于国家社会的需要。结合成功大学在临近高铁站的归仁校区所有的国家级航太风痛研究、材料跟资通讯系统，以及我们机电领域的整合的完整搭配，我们最大的志愿是快速的、系统性的支持国家在下一段的建设发展、国防自主的努力当中，有来自我们学研单位最关键的力量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别亲临主持动土典礼，望国家级的船舰试验水槽未来会当成为国建国造进步的上大动力。国建国造就是台湾国防自主的重要的一环，国防自主就是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的关键所在。今天高性能国家级船舰试验水槽的动土，不仅是台湾造船产业的重要的时刻，未来也将成为国建国造进步的最大的动力。那么造船业是台湾重要的传统产业，这几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提升海事工程量能以及国建国造的政策，希望用国家的力量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，培养台湾的人才，强化竞争力。在大家共同努力打拼之下，我们看到了造船业有了新建的厂房，增加了就业的机会，逐步恢复动能。我们也看到一艘又一艘下水成军的舰艇，为守护国家再添力量。也因为订单和机会，国内造船业也更愿意投入人力资源，研发各种海洋能源产业所需要的船只，为产业带来新的荣景。那么今天的高性能国家级船舰试验水槽动土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让我们的船舰试验能量再强化，性能测试更快速。新代校长苏慧珍表示，南台湾是造船工业重镇，以及周边产业聚集地。新代拖航水槽延伸，将会使台湾在海洋相关工程领域试验能量透过学术水准、业界技术、研发品质，提高国建国造实力。台南新闻赵少伟采访报道。